少了看金球奖内列报道，是拿到台湾人创音乐比赛头奖的四中歌手林志娟，也把有个好的表现，也专是客家妹入围的一届金球奖最佳客家歌手。因为伊从小都有洋葱弱势，成长的路向都多几多困难。 不过，伊总系因为也系挑战，希望嘅开出自家嘅路。以前是又有生命力嘅好声音，也讲唔通嘅几多年。面貌清秀，上人优美，里面努力嘅客家妹林志娟，如果做唱歌就不应感染。 这条古背将林志娟对阿婆的情感完全表现出来，没唱出来对阿婆的思念。我唔会感觉对人来讲是一种感受的事情。 因为人相同啊，像阿妈拢会，伊迄讲出去拢带我出去。这份用是东演出，林志娟嘅宣传歌唱，必须扮演客家嘅声，一直配地顺调嘅客人，客家客家嘅精神挖考。台北高雄火车站空空隆空隆隆，有人上来有人下去，一场过一场。 是在今年，就今年来台北图奇面学校，林志娟自家坐上火车离开故乡，先关渡嘅江老建中全部寄托伫歌曲地图。去坐火车咧，下咧等你单个啊写号码有无？你票的单个的号码，我看唔到，拢去坐啊咧门边那边。啊，平常时都讲唔会跟下啲讲书跟人讲唔晓得讲出来，嗰时嗰度。 像我妈妈，也係我姑姑人啦，也係都等到疼到我嗰個人底下講嚇，唔得下，我上路卡呀。讀到唔順時，因為做起相機轉化做全面嘅力量。去買東西食得下，係滿人講啊，也嘅去買物嘅東西，啊人都會講，唔知家唔可以看啊，啊得下會想，得嘛會想。 我怎麼看唔到路身呢？啊，因為本人看唔出來。嗰時路上應該開始想，一樣嘅本人底下講，我係看唔到。咪我上到跟一般的正常人相同，應該係一種幸運。這個世界是做得自家都後人從嗰個本調個老雜不同。呢下林志娟將自家嘅生活故事、老人生歷練，變做一條感同人生嘅歌曲，重本大家聽。要童話，要童話，要童話，伊係童話仙子。最最有靈感，林志娟讓片拿嘅留針機，將歌詞老旋律留起來，配音嘅詞老曲為歡快進行，林志娟是可以同時完成。就算天公伯總農機，不過林志娟並冇人怪。 什麼嘅客戶所做嘅障礙，帶領顧客嘅關懷老祝福，唔記得面後車嘅負壓，可以從屬於自家嘅光明態度。下節目小本海點超鏈，推播報道。